冇個 icon 咁，你一 click 入去咧，佢就已經成個 file 同你攞翻出嚟。咁即係你一念 Om Mani Padme Hum 咧，即係你已經念普門品啊，已經對觀音菩薩啊非常熟悉啊，乃至到觀音菩薩個樣，你一念佢嘅時候，佢已經成個浮翻出嚟。咁你即係你一念嗰個咒一灌上嗰個菩薩嗰陣時候咧，你對嗰個菩薩嗰個因緣啊、嗰、個功德啊、佢個成就啊，同埋佢個願力啊，你都已經喺個心裏邊咧係具足成個畫面喺度。咁你只需要念 Om Mani Padme Hum 嗰6個字，因為你對成個觀音菩薩、成個畫面、成套戲、成個內容啊，你已經掌握喺度。咁你嗰陣時候咧，因為你嘅意識、你嘅聲音、你嘅思維同埋行為都同觀音菩薩整個打成一片，咁你先知道達至到呢個密宗嗰個身口意都一體。咁你先至能夠做到嗰個見識聖智。係啦，咁所以不過好玩嘅，好多嘢好搞嘅，去做啦，去做啦，真係好過你唔做問題。咁係咪好多嘢玩咧？係咪啊？咁所以你係一做完呢樣，做嗰樣，做完嗰樣嘅層次好高，唔可以好做好深。唔係，咁你5點先交場，你俾人問得過啊嘛？跟住杜生你可以做個總結㗎嘛？冇總結嘅總結，未死嘅真係。咁或者喂好快咁樣一位朋友啊，邊位朋友想呢度啊？呢位小姐。好彩我想問嘅就係今日問兩位法師，今日嗰個我哋講座咧，我哋個對象就係社青嘅。咁好多時咧，啲人都會覺得我嚟講咧就係佛學嚟講咧就比較消極嘅。咁我想希望兩位師傅喺呢度做嘅時候咧，同我哋簡短啲，話聲俾啲年青人咧，其實佛學係積極嘅。我成日想問嘅就係，你睇到我兩個就知啦，你今日知道消極啦已經。咁啊，真係你嘅即係正如你所講，其實佛法其實真係好多面嘅。其實我都識你希望長期先帶出。其實佛教有一面就真係好世間嘅啫，我去觀音菩薩求仔啊，我去咩黃財神去求發達啦，呢啲係咪佛教？都係佛教嘅一部分。佛教亦都有一部分咧，就係即係出世啲嘅，上山打坐啊、寧靜啊、了生死啊，即係唔好搞咁多嘢。有咧，亦都有一部分係咁。咁亦都有一部分就即係講觀音菩薩啊、地藏王菩薩啊、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，眾生道盡，方證如來啊，咁嗰啲好積極入世嘅都有。咁啊，咁多部分都係佛教嘅，而咁多部分都係佛陀所說嘅。不過係你自己而家喺邊個位咧，你啱邊樣你咪食啦。你中意食意粉食意粉，你中意食飯咪食飯啦，冇所謂噶嘛，係咪？最緊要你食到你自己嘅人嗰個。你嘅願望滿足咗，而能夠進一步提升。咁不過頭先咁多種人天乘又好，聲聞乘又好，菩薩乘又好，裏邊你如果要達到你嘅目的，不論你想喺世間裏邊活得開開心心發達，乃至到你想了生脫死做阿羅漢，乃至你想即係度盡眾生成就呢個無上菩薩，每一嚿都有呢個精進。即係要努力同埋參與，唔係話喺度等嘅咯。咁佢成日都話，又話放下咁。你未嚟到呢個呢個中央圖書館嘅時候，你就一路喺度行。你要行，你要精進，你要做。到咗嗰陣時候，你就唔好再行，因為你行埋出去。咁即係你未能夠體會到本來無一物，你都要學放。當你明白到本來無一物嘅時候，就冇嘢去放，亦都冇人去放。本來無一物，咁嗰陣時你就唔好再放。你再放嗰陣時候頭上彎頭。咁所以咧就可能我俾你嘅問題複雜咗，不過就意思就係你如果想做任何嘢喺佛教嚟講。你都係要一分錢一分貨。邊分錢咩咧？第一要堅持，你要去努力。
第二，你要有方法，即是有智慧。有堅持，有方法，仲加樣嘢，有願望。三樣嘢嘅咋，做人你就搞掂㗎啦。第一有願望，你要去邊？第二你有堅持同埋專注。第三，你啲方法同正確，咁就成功啊！冇乜嘢。所以法師都有本書喺出邊，或者你可以攞嚟去送俾你嗰啲需要嘅朋友咯。唔夠仲有得攞㗎，呢個佛教清潔會唔夠錢。我第一次